好啦，我而家呢度咧有一沓啤牌，呢個係咩嚟嘅咧？呢個係一個閃電牌組。首先我而家呢沓啤牌咧，我分開兩沓啦。呢度咧手上咧就會有1、2、3、4隻嘅階磚3，而另外呢沓咧，我手上咧都會有1、2、3、4隻階磚3。首先我會將其中一隻階磚3咧冚轉咁擺喺上面，然後推其中一隻出嚟。只要我搖一搖隻手，攤下手指，你會發覺咧，頭先明明啲階磚3係向晒天嘅，但係而家咧全部都反轉晒，1、2、3、4隻反轉晒。跟住啦，我再將其中一隻階磚3，今次反轉咁擺喺上面，然後攞佢出嚟。只要我搖一搖隻手啦，你會發覺頭先明明咧係全部反轉晒嘅，但係今次咧全部牌咧就已經係向晒天。跟住再嚟咯，又將一隻階磚3反轉擺喺度，推一隻出嚟。只要我再搖一搖隻手咧，攤下手指咧，階磚3又再次咁反轉晒。最後啦，再將呢一隻推出嚟啦，再搖一搖隻手咧，你會發覺頭先全部冚晒嘅話，而家已經變晒全部都係向翻晒上面。不過有樣嘢啦，而家咧台面咧呢4隻咧中間有2隻反轉咗，只要我喺上面掃一下咧，你就會發覺中間嗰2隻咧就反轉咗。跟住啦，咁我會將咧向晒面嘅呢啲擺埋一邊先。咁呢度手上咧而家咧仲有4隻牌，而呢4隻牌咧係一隻階磚3啦。但係當我喺手上搖一下，攤下手指咧，你會發覺咧階磚3就會變咗一隻紅心織。唔係淨係呢隻變咗紅心織，而係我成沓啤牌都會變晒紅心織。跟住啦，頭先咧呢度咧有4隻階磚3啦，但係當我喺手上再攤下手指，你會發覺我已經將佢變咗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隻階磚3出嚟。最後頭先明明呢個牌背係應該紅色㗎嘛，但係而家已經全部啤牌變晒七彩藍色。